又係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出街嘅時候啦。我係 Nicole，阿 Lifu，啱啱星期六日上演嘅港超聯賽事，大家有冇入場呢？咩話？冇入場又冇睇直播？咁就啱啦！而家坐定定重溫翻晒咁多場嘅精華啦。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，今日嚟到香港仔運動場，有主隊嘅南區對住都係區隊嘅東區啊，上演一場我哋叫做港島區嘅區隊大戰。全紅就係主隊嘅南區，咁啊作客嘅東區就係深綠色衫啦。吳偉謙今日就係第100次為南區上陣啊！咁啊，首先有機會嘅就係東區，不過製造機會嘅反而係南區嘅球員啦。呢邊嘉耀自己一個解圍翻去12碼點啊！呢邊安迪爭啲執個靚雞啊，可惜係撻 Q 嘅咋。咁啊，大家都係靠啲犯錯去製造到機會。呢邊新一手嘅犯錯，安迪選擇自己射啊！呢個波就越位而去。不過新一手第一次犯錯，仲未知錯，陣間嗰次犯錯就令到球隊失波啦。呢邊安迪一抽啦，抽咗上去未頂啊！好啦，呢度再出嚟新一手得唔住，呢度安迪好簡單劏落去，華先推一步兩步望住個遠處一撳，吳偉謙雖然嗨到少少啊，不過個波都係慢流尾袋啊！華先幫作客嘅東區上半場領先1-0，呢度見到啦新一手嗱，好明顯佢都知道自己犯錯，一踢嘅時候都昂頭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呢度劏落嚟，呢度華先推得靚射得靚啊，見到吳偉謙都啱啱嗨到少少噶啦。不過個波實在射得太靚啊！幫助東區喺上半場領先1-0。上半場大家都係高波為主啦，你來我往啊！咁啊，當然一啲換人調動之後，咁啊雙方都有啲唔同嘅表現出嚟啊！呢邊先係彭利娜嘅入替啦，做到出嚟㗎啦！呢下俾落去，龐正冇越位，左腳射到啊！咁啊呢下應該係保羅全場嘅第一個撲救啊！呢邊見到射波嘅係今日好少射波，好少表現㗎，艾文路嚟嘅。史恩彭利娜呢下想過就過唔到，鍾樂安推落去，一路望中間冇人嚟啊，我就選擇自己射啊。不過呢下就散中頭先犯錯嘅新一手，散到咁啊彈高咗嘅啫。南區再嚟啦，呢度散中人選擇一倒掛，不過呢個位置咁樣咁高揼落嚟，如果咁都倒掛到入呢，就真係有啲難度。角球又有冇機會啊？開後柱頂到噶啦！嗱，呢下又有少少手球嘅嫌疑。不過今日賽事係冇 VAR 系統啊，所以球證嘅判決就係一切。咁啊，球證就一路冇手球，大家可以留意啦。保羅救到係打中隻手彈高嘅，咁啊，所以呢球就走甩咗啦。但係走甩咗之後嘅角球呢邊，佐佐木周射翻埋去，終於新一手。自己嘅犯錯，自己彌補，幫南區喺主場追翻1-1平手啊！終於扯翻個波，扯得靚。呢邊佐佐木洲走甩咗啦，新一手喺後柱做件好簡單嘅事，左腳將個波送入網，幫助主隊南區追成1-1平手。咁啊，後段有個機會㗎，防守翻出嚟啦，法華利右路一路推落去，望到後柱空晒，陳耀祖啱啱後備入替。唔知係唔係未熱夠身，呢個波對住空門，但係個波燙咗出界，好可惜未能幫東區領先到2-1啊！呢個波最後段仲有個自由球補時階段噶啦，開出嚟，霆鋒一立左腳一射，超必都出埋噶啦。不過好彩保羅還身一撲，將個波救到出界嘅啫。咁啊，最終雙方喺呢場波打成1-1平手啊！咁啊，大家都有攻勢，咁啊1-1呢個紀錄其實對雙方嚟講都係合情合理。咁啊，今日嘅最佳表現球員啦，咁啊法華利，咁啊喺左路助攻助守啊，全場最終以1-1打成平手，各得1分。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。九龍城喺深水埗運動場面對住港會，身穿深紅色波衫嘅就係九龍城，深藍色波衫嘅就係港會，亦都希望九龍城嘅前鋒球員朴文輝咧可以及早康復啦。上場經歷咗一場比賽之後咧，就有一個斷腳嘅情況嘅。呢邊嘅就係賓尼嘅進攻啦，喺禁區左路嘅位置啊，側嗰度取得入球啊！8分鐘，
喺上半場領先1-0。呢球波就賓尼入到禁區裏邊呢，先想傳中，但卡里奧卡撞咗俾佢，然之後仲有一下起腳機會，就變咗射穿咗龍門大勢喺度入波。跟住落嚟，九龍城就有一下即刻嘅回應嘅。呢邊見到就係雷仙奴啦，擲角起腳，黃子聰港會嘅門將擋翻出嚟之後呢，可惜就冇九龍城嘅球員埋去執一個 second ball。跟住落嚟就繼續都係港會嘅突擊，直線俾到過嚟呢邊黃力威單對住姜俊賢，呢下嘅落腳球證初頭嘅判斷係姜俊賢踢到個波冇犯規嘅，但係 VAR 複核示意姜俊賢喺防守嘅期間呢係踢到黃力威隻腳啦。經過球證余建峰複核之後，球證呢改判係12碼。呢個時候係上半場嘅33分鐘，港會憑住小將力奇活處理呢個12碼，亦都一射破網。呢個12碼其實射中路啊，力量好夠嘅情況之下呢，令到袁浩俊你根本你捉左右都唔得啦。落後2球嘅九龍城呢，就算係都有啲回應嘅，見到落去又係雷仙奴喺左路啦，不過呢下呢，都係比較窄角度。黃子聰亦都係叫做化險為夷，跟住落嚟就係死球嘅攻勢啦。角球呢邊迪高嘅頭槌啊，定咗條橫楣出咗界。呢場波九龍城嘅死球其實係處理得幾唔錯啊，咁但係就喺生波方面未揾到機會。下半場呢，就九龍城一次過換咗4個球員落嚟啊，就示意大舉進攻，算係一個破釜沉舟式嘅一個舉動啦。跟住嚟即刻揾到機會啊，跟住嚟你見到就係卡朗。呢一下埋到嚟呢，就搏到犯規啦。黃子聰就被球證吹罰12碼。卡朗喺下半場52分鐘處理呢個12碼，亦都係輕鬆處理搞掂，追成1-2嘅比數。呢個階段我哋都感覺到，似乎九龍城喺下半場會用呢個排山倒海嘅攻勢呢，基本上會令到港會呢好麻煩㗎啦。跟住嚟繼續都係卡朗嘅起腳，不過偏偏下半場嘅九龍城呢，同呢個入球真係冇乜緣分啊！即使港會嘅後防不斷犯錯、不斷送禮、不斷俾機會都好啦，偏偏都係同入球呢有啲距離。跟住嚟呢個波啦，送到埋去底線附近，雷仙奴呢下傳中俾到門前嘅卡朗喺度搞掂，慶祝咗一輪嘅情況之下，球證亦都示意透過 VAR 嘅複核呢，吹翻轉頭啊！原來係食炸糊。九龍城喺呢球波裏邊係有越位犯規，呢球波係卡朗呢一場嘅第一個炸糊。跟住嚟繼續都係九龍城喺下半場嘅圍攻啦，擺到落去禁區裏邊，呢邊呢就孭住個位，轉身起腳射遠處，輕鬆搞掂㗎。跟住嚟都係要 check 乜嘢都係越位啊！卡朗喺攞波嘅時候處於越位嘅位置，即使入咗都冇用。呢球波係卡朗下半場第2個炸糊啊！陳永剛教練擰晒頭，真係冇辦法啦，因為已經係太多機會出晒嚟，但係都係入唔到波啊！跟住叫到埋嚟呢邊再起腳射門，都係省中咗港會嘅後防球員，射門嘅球員都係卡朗啊！已經去到補時好後段啦，呢場波係補12分鐘啊！最後嘅階段呢邊呢，門前好多機會，呢邊黃志聰嘅一個神救啊！睇翻啊，李俊廷都係後備上陣啦，再出波門前作到埋去，哎呀，真係太可惜啦！咁樣嘅情況之下，都俾黃志聰抌翻出嚟，九龍城同呢個入球真係偏偏差啲緣分啊！作到埋嚟，力奇活都有拗護空門啊！咁啊，九龍城最後亦都喺不斷攻門而又無果嘅情況之下，只能夠喺主場1-2落敗，港會全取3分。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嘅超級大戰啦！咁啊，大埔向主場迎戰東方嘅比賽啊，亦都係兩支亞冠2代表嘅正面交鋒。咁兩支球隊呢，就係之前啊響季初階段嘅聯賽杯嘅時候都試過碰頭㗎。咁當時大埔憑住天姆高夫斯基嘅門開2度啦，加埋伊高沙托尼嘅入球就3-1擊敗過東方嘅。咁啊，先嘅綠色波衫呢，就綠戰士啊，大埔攻勢先啦，送翻埋嚟馬卡雷拿大紅人啊，擺住咗一關㗎啦，好似係左腳撳埋去就啱喺柱邊出界。呢下攞前嘅時候已經把住咗姚浩明㗎啦嚇，但攞得太過盡先啦。
咁啊，周中亞冠爾對住北京嘅時候咧，就個人梅開二度啦嚇，成為咗和波功臣。然之後賓仔啦，顏卓彬就傳中球，咁有少少追身啦嚇，比較難鬥少少啊！見到保連奴啊，咁再結果將個波就鬥走咗，咁啊鬥走完之後再重複翻同樣嘅射波動作，佢都覺得係難搞少少啊！另一次機會長傳送到埋嚟，馬卡雷納 set 到埋嚟㗎啦。跟住保連奴以為打倒掛，原來唔係，回翻轉嚟就伊高沙落嚟再放長傳啦。菲臘哥哥陳少君頭槌咧就側壓批埋去啦，可惜就緊亦都咧就越位而去。呢下就啱啱報到個靚位啊，亦都咧就陳少君嘅招牌菜嚟嘅。可惜就緊嘅頂高咗先啦，跟住李家豪嘅大腳長傳送多埋嚟，巨之龍啦，突然間又跣腳喎，應晒一隻顏卓彬。咁啊，使出一招咧就顏卓彬啊 ban 遠處，可惜亦都係 ban 走咗先啦。顏卓彬咧就上半場方面啦，都幾多咧就係向前啦，壓去咧就係龍門右手邊嘅位置嚇，負責做一啲嘅助攻或者側擊，都幾有活力啊，俾人感覺。然之後輪到咧就東方嘅一次嘅長波啦，杜國如搞為唔晒嘅，一拍埋就大久保休，咁啊諗住咧就造就佢日本同鄉嘅啦，就係河野大翔嘅起腳啊，可惜都未能夠咧就命中目標啊！呢球波咧就射走咗，射斜晒先啦。咁啊，佢都好希望盡快開齋咧，證明翻自己啊嚇。咁始終咧就近期嘅表現方面啦，咁似乎球迷都唔係太滿意。然之後就輪到咧就大埔一個咧就自由球機會先啦。嚟自咧就費蘭道左腳彎到埋嚟，唔記得就保連奴成功搶點得手嘞噃。搭正上半場45分鐘階段啊，保連奴一批搞掂你先啦。咁似乎咧就接觸皮球嘅位置差唔多自己面珠燈嗰啲位添啊嚇。成功啊！揈入咗先，咁大埔先開紀錄啦，滿以為領先一球波完半場啦啩，之後馬高斯罰球遠就中柱彈走，大氣都搞為唔晒，跟住仲有一隻賀爾啊印翻上前換左腳拉射得手，當時球證係吹罰在先嘅嚇，吹咗呢個就賀爾啊進攻犯規在先，咁但係最終咧就經過 VAR 團隊咧就係複核之下啦，就改判翻入球成立嘅，咁但係大埔強就不滿啦。大埔強就認為個波咧未入去咧就網入面之前咧，可能已經向個雞都未頂啦。如果係的話，就其實變咗 VAR 團隊就未能夠介入嘅。就係咁嘅情況底下啦。麥荷爾45+3嘅波啊，上半場保持3分鐘，咪協助東方攀成平手啦。之後去到咧就下半場比賽方面啦，梁冠聰啊呢邊咧就左路位置嘅角球傳中。然之後大家鬥牙之下啦，顏卓彬啊大戰咧就林顯庭，再撈個長傳埋嚟，仲有保連奴，再側個直線，以高沙托尼切翻橫，後想接應係邊個啊？冇錯，又係你啦，大紅人馬卡雷拿，犀利呢球波啊！上腳啱啱咧就何嘢就飆翻轉頭啊！咁佢亦都不慌不忙啦，再 hold 翻定，攞翻橫之下，再右腳捽埋去，攞翻一隻門將就廖富源呢，就左手邊下角搞掂你。真係入球停不了啊！馬卡雷拿對住北京梅開二度，呢場賽事又再一次見下奇功。咁當時下半場好早階段嘅啫，之後輪到咧就係天姆高夫斯基啦，後備登場嘅澳洲高大中鋒啊，一個遠射，仲有角球，再一次嚟自呢邊咧就係天姆高夫斯基噶，今次升就升贏咗噶啦。但係始終從後亦都有咧就係梁冠聰啦，俾咗少少壓力佢，結果亦都係就批命咗先啊！佢覺得好可惜，然之後輪到咧就賀爾啦。罰球大腳扯遠處位置，升到埋去㗎啦！大久保咁啊過唔到門將咧，就呢個謝家榮先嘅中間輪運戰啦。咁的確咧就東方啦，下半場攻勢唔算話特別多，但係勝在前場都有唔少死球機會嘅，都係搏啲死球啦，希望可以咧就平反敗局㗎啦。今次係點搞法先啊？都係一個長傳笠咗埋去，咁啊見到就係大久保休嚟嘅嚇。咁爭啲咧就笠死呢個咧就門將謝家榮啊！啱手指尖咪貼翻走先，再多次啦，中間位置見到就後邊入替嘅羅迪古斯啦，再送翻橫梁冠聰，超過高波埋去，咪好瀟灑喎！見到就謝家榮啊，單手咧就立翻落嚟先啦。咁啊總算呢就係力保啊，下半場方面啦，力保不失，都仲係 keep 住2-1嘅優勢，繼續長傳急攻啦。嗱，今次就搶贏你一步噶啦，大家保佑，快過咧就門將謝家榮一步啦，都剔到埋去噶啦。咁相反咧就係杜國如輸咗個咧就係身後位啊嚇，可惜咧就攬到埋去之下，呢下粒射就未能夠命中目標啊，佢都覺得好猛整啊嚇，能夠追翻咧就2-2之下啦，轉個頭又輪到咧天姆高夫斯基嘅表演時間啦，交個球孭住個位，轉身避過埋咧就係巨之龍添嘅，但左腳冚射埋亦都係就中柱彈走。
去到咧就保持階段嘅咯喎。咁啊呢下回傳啦，見到一隻門將廖富源再俾翻上前，有少少唔湯唔水啊！益晒就天姆高夫斯基接翻走先，亦都平衡翻個人，然之後就通隻遠處得手，成功鎖定勝局啦！保持1分鐘階段啊，90+1嘅時候啊，佢話時間啱好啊，3分就攞得到啦噃。咁啊聯賽杯贏東方3-1嘅時候啦，當時天姆高夫斯基就梅開二度，呢場賽事後備登場，亦都能夠咧就貢獻一個咧就鎖定勝局的入球。咁啊，最終呢場賽事啦，大埔主場3-1擊敗咗東方，入3球攞3分，恭喜晒大埔啊！ Thank you much. Very much. 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嚟到第6週最後一場嘅聯賽賽事啦，由傑志喺主場旺角大球場迎戰高力北區。傑志今季咧喺本地嘅賽場咧，淨係得1場輸波，而嗰場輸波咧，正正就係對住高力北區啦。所以上半場佢哋都不敢怠慢，率先發動攻勢啊！早年2分到過嚟，明加索夫第一時間印到埋嚟，利安道嘅射門咧就掠門而過喎。明加索夫呢場波都幾搶鏡嘅，一路喺右路嘅位置啊，跟住我哋見到就係高力北區嘅攻勢啦，古杜拉分翻過嚟中間係路保利達，然之後呢度見到就係格蘭特嘅起腳啦，冇乜助跑嘅情況之下喺禁區頂呢下起腳咧角度唔錯噶啦，都算係幾近磅噶啦，就越尾而去啦。格蘭特咧上半場嘅表現都幾生下噶，即係林柏賢俾到過嚟陳俊樂，再彈到俾明加索夫。自己帶到埋去禁區做個傳中，早年路唔入難過入噶啦，竟然真係唔入喎！呢下咧埋到嚟咧個波彈起咗啦，然之後呢下嘅 tap in 咧就真係可惜啊，完全唔中目標，撻晒 Q 啊！咁啊早年路其實呢場波都唔止一個機會噶啦，跟住嚟又嚟咯，呢下咧就明加索夫同隊友撞一撞，埋門嘅就係李安道，但係可惜最後處理個波質素都係麻麻地啫，射中咗李漢浩嘅。咁之後神田夢實啦，就再拖到埋嚟早年路。上半場雙方快打快，節奏非常之快，好好睇。亞祖安嘅埋門都係柱邊出界啫。跟住我嚟繼續啊，都係明加索夫啊，右路嘅位置推進一望就望埋中間啦，然之後呢下門前撞咗個波入網係早年路，不過旁證舉咗越位旗號，示意係越位在先。但我哋呢，就睇慢鏡見到呢，就應該係紅衫將個波撞翻後嘅，但係點講都好，球證係示意係越位在先啦。咁之後神田夢實嘅罰球扯到埋嚟，呢一下黃俊浩就反應唔切，將個波撞咗入自己龍門啦。上半場傑志生波好有威脅，但係開紀錄呢就係憑住一個死球喎，憑住黃俊浩嘅烏龍波先開紀錄嘅係傑志啊！呢個波黃俊浩有少少唔好彩啊，咁啊意外跌到去佢身前啦，就撞咗入網。跟住我嚟到北區嘅回應啦，有簡單嘅罰球，格蘭特咧喺門前影響到個波，撞到下個波，令到黃振鵬判斷唔到啦，咁啊滴到落個尾柱度，追成1-1平手。死球若嫌多，用背脊去入波。格蘭特連續5場賽事都幫高力北區入到波，只係落後咗3分鐘啫，就成功為高力北區追成1-1平手。之後神田夢實第一時間做過長傳，明加索夫第一時間做過傳中，早年路第一時間做過頭槌，連續3下第一時間，最後俾李漢浩化解。李漢浩都係第一時間化解到呢個危機啊，所以咧就算係喺上半場嚟講，李漢浩呢下都好關鍵啊。明加索夫放得好靚，早年路其實個時機係好啱，timing都啱，位置啱，處理都啱，可惜過唔到門將李漢浩。上半場就係咁樣，就以1-1打成平手。嚟到下半場呢，北區呢邊呢都有突擊嘅機會嚟自雲尼素斯，一路長驅直進，去到個底線附近嘅位置，一撳翻埋嚟中間，格蘭特嘅頭槌，可惜呢就力度方面麻麻地啫，大咗成個半場噶啦，雲尼素斯見到佢嘅體能啦、速度亦都兼備啊！之後黃俊浩嘅長傳埋到嚟，格蘭特線到第一點，呢下艾路普利達一竇過唔到達達斯，古杜拉姿勢分就攞晒噶啦，不過個波呢就唔中目標嘅。呢下姿勢分真係好靚啊！咁亦都見到就北區要放高波入去禁區裏邊呢，都仍然可以製造到啲混亂，得益於格蘭特嘅高度啦。跟住落嚟繼續都係北區嘅攻勢啦，喺中前場呢下艾利安推順冇人理啊，我就起腳射門啦，一下嘅遠射中內柱彈入啊！黃振鵬可以話係鞭長莫及啦，呢個波非常之厲害啊，推順晒嘅起腳撳射。高力北區今場波第一次可以領先，嚟自艾利安非常有質素嘅遠射啊！之後傑志就即刻回敬翻個攻勢咯，明加索夫嚟到右邊做個傳中，
林樂勤用頭槌頂入佢喺傑志嘅第一個入波，時間係69分鐘，只係落後咗3分鐘啫。兩隊不斷互相交替領先又攀平比數，其實真係比賽相當之精彩啊！林樂勤呢下亦都跳到好高啦，跟住落嚟繼續都係傑志嘅攻勢啦，分翻埋嚟中間，肯迪再做入去呢邊窄角起腳，然之後第二下跟進明加索夫搞掂，超前比數去到3-2啊！明加索夫呢場波真係非常之搶鏡，呢度衝入嚟時機好好，雖然呢第二下要用左腳撈，但係冇問題，總之入到就 OK 啦。入球嘅過程雖然有少少甩咳，但係入球榜上嘅名字咧都係寫住明加索夫個名。之後繼續做傳中啦，李安道今次就選擇用頭，唔係最好嘅選擇啦。咁變相咧就頂咗個波出界，之後北區有個死球攻勢。罰球雖然有啲複雜，不過係靚波就入波都係最重要㗎啦。簡家亨呢個階段射成3-3比數，係下半場88分鐘啊！眼看以為咧就呢場波飲恨之際咧，都原來有你企出嚟做救世主啊！本身開波前咧，佢哋3個就開個3人會議，以為個罰球攻勢有啲複雜，點知簡家亨做到個最好嘅結果，88分鐘幫高利北區追平3-3。最終呢場榜首大戰，傑志同高利北區踢成3-3平手。同大家睇睇個聯賽積分榜，臨完場前追和攞到1分嘅高力北區就21分升上榜首，而同樣有11分嘅傑志就排第2。啱啱呢周冇比賽嘅標準流浪就以10分排第3，大埔同理文就分別以8分同7分排第4、第5。有5分喺手嘅球隊總共有4隊，順序排6至9位嘅係東方、冠忠南區、東區同九龍城。至於開咗齋嘅港會就繼續排第10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